嗨，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Call 春 wing 嘅頻道。今集其實就冇乜嘢同大家講嘅，只不過其實都想分享下自己嘅一啲嘅近況嘅。咁其實呢，你開始之前呢，就希望大家點讚、訂閱、留言、分享影片同埋撳鐘仔。咁每次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㗎啦，係咯。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讚啦。即係其實我發覺一樣嘢呢，其實每一個人呢，如果佢個童年或者佢青少年嗰陣時，同人關係唔好，俾人欺負嘅話呢，其實好多時都會因為咁而引申到會有情緒病嘅情況嘅。所以我覺得其實當然你話本身嗰個青少年或者本身嗰個小朋友本身有冇責任，我唔會話冇。但其實我覺得呢，每一個師長呢，其實如果你本身係對佢有愛心，定還是有冇愛心對佢好唔好呢？其實都會好影響到每一個小朋友，到佢長大之後個性格會係點樣嘅。我發覺其實呢，有好多嘅情緒病呢，本身好多時都係因為佢哋細個嗰陣時可能經歷過啲好唔愉快嘅事啊，可能譬如話以前俾同學欺負啊，或者可能老師我唔知係咪有心啦，可能試過覺得老師針對佢啊，甚至一啲嘅原生家庭導致嘅一啲嘅可能細個俾阿爸阿媽打啊，俾阿爸爸鬧啊，咁都會影響到其實每一個小朋友佢哋個長大咗之後嗰個心理素質嘅。因為呢，其實你問小弟本身其實有冇俾老豆老母打過呢？有嘅。咁到底而家當然你話而家仲有冇記恨呢？就梗係冇啦。咁但係其實你有多時你細個經歷，其實有時會往往呢就會潛移默化咁樣去影響到一個人大個咗之後嘅性格係點樣嘅。所以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有時如果一個人呢，如果到你大咗，可能你而家呢一刻相安無事，但突然間你會因為諗起以前過去嘅事好唔開心嘅話呢，其實我覺得係真係需要去做輔導，去即係揾一啲嘅受過專業訓練嘅輔導員去睇下可唔可以去開解自己啊。因為其實你有時人大咗呢，你發覺你可能你表面上你覺得冇乜嘢嘅有啲事，咁但係呢，你如果你有時過去嘅傷痛，有時你積埋嘅話呢，係好容易會引發到有情緒病嘅情況嘅。咁所以其實點解有時呢，身邊如果有一個人去開解到自己嘅話呢，其實會即係譬如父母啊，或者一啲信得過嘅人呢，咁對一個小朋友，對一個青少年，甚至對我哋而家大人都係咁重要，就係咁解啦。但其實我知道呢，其實呢，你人大咗呢，就好難話真係會揾到一個知心朋友嘅。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嘅情況呢，即係就算有都好啊，有時就算你身邊嘅朋友，甚至乎係你屋企人都未必真係去識得點樣開導你嘅情況底下呢。咁其實我覺得有時
一啲嘅專業輔導真係好重要啊。其實有時點解人有時會睇到新聞，會有人因為情緒病嘅問題而導致到會自行去返去上帝嘅身邊呢？咁其實好多時其實當然有時有啲嘢因為你抑鬱得太過犀利，先至會導致到會有一日係會爆發咯。所以點解其實呢，一個有情緒病嘅人呢，佢哋如果真係要除咗食藥之外呢，其實有時身邊有一個人最好係專業嘅輔導去開解一啲嘅諗唔通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對每一個情緒病嘅病人都好重要咯。所以其實我覺得有時你就算你係而家你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好啦，你甚至乎新手父母都好，其實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有責任係去俾小朋友係一個有好嘅環境去，同埋有時教嘅方法呢，真係要好小心。當然唔係有時唔係話唔鬧得，唔係話唔罰得，但係有時唔好喐啲就去打鬧鬧啊！有時做老師亦都唔應該去戴有色眼鏡去睇每一個同學咯。我知道有時呢一點係難避免嘅，但係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小朋友佢嘅成長階段呢，父母又好，甚至乎你無論去到幼稚園、小學、中學個老師點樣教導佢，都會影響到佢成個人個全人發展嘅。所以我覺得呢，其實做教育工作，其實點解有時如果一個唔好嘅老師，你可能教即係對小朋友可能有偏見，覺得唔公平嘅情況底下呢，會影響到一個人嘅心理發展，就係咁解。因為其實呢件事其實小弟都深受其害，好坦白講嗰句。所以其實我覺得俾小朋友有一個好嘅教育環境，即係要喺成長當中去開導，去帶領佢成長。其實每一個老師甚至父母點解咁重要，就係咁解啦。但如果你真係咁不幸，你喺中小學甚至係幼稚園嗰時經歷過一啲好譬如人際關係之間嘅變故啊，或者可能以前經歷同同學關係不和嘅情況底下呢，我覺得你首先每一個你真係要去療傷咯。咁所以點解你要揾專業嘅輔導員去開解、去疏導翻你嘅情緒？又或者係如果要一個基督嘅，如果最好有個牧師去即係去幫助你去將呢啲嘅事釋放，就係咁解啦。所以話呢，有時喺呢個咁破碎嘅環境底下，有時點樣人點樣去為自己嘅下一代去製造，即係創造一個健康成長嘅環境，就係咁重要，就係咁樣解咯。呢啲就係小弟一啲嘅睇法嘅，係啦。今集分享呢就到呢度。